今天做小章鱼。260气球充气至末尾预留8指左右，把气体压到打结口充满。左手食指从打结口往中间按压进气球里，在2指位置，右手找到打结口并捏住，左手大拇指和中指帮助食指慢慢移出来。接着拧几圈，再往气球里推，固定住。然后拧一个1指半的隔离小单泡，再拧一个1指半的耳结，然后拧一个4指的环泡，缠绕固定住。把第一个苹果结从环泡中间穿过卡住，接着连续拧2个3指单泡，对折缠绕在耳结上固定。这样2个3指单泡为一组的，我们需要做4组。剩余气球条放弃打结缠绕固定，再把底部调整成这样，最后再用笔给章鱼画上眼睛和腮红。这样一只小章鱼就做好啦。